胃口，忘词。我打开冰箱，却只有冷冻15个罐头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一个人度过的凄凉惨淡夏日午后？其实我想你也很想对我说，你对我已经没有感觉，却仍然徘徊在我的胸口。然而你大可不必再对我解释什么，因为我讨厌你给我的爱像流星一样的无知盲从。Say it， 过你要的生活。困惑，我想是因为